36心水无伤，海陆向热气滩占日润，太平山下风水改传奇故事。海陆汉学大师潘发信老先生对于坎基素有研究，作育人才非人不见，既上课又上通又神奇，理论老现场教学融为一体，深受学生爱戴。有拜潘发信老先生上课时，老爱到学员讲起基督尼兰太平山下老人看门风水的故事。该样是尼兰有只头家是太有钱人，佢是只太善人，做过千多善事，帮忙过非常多人，佢心肝度日出想来添只贵宝体来安葬佢嘅先灵。谈讲先祖有只对风水体理非常有研究，又非常有经验嘅潘发信先生，就像佢来添只好体理，经过家好朋友认荐本潘先生。潘先生是谈过嘅只有钱人乐善好施，非常优秀，就日头达人。有日，潘先生老街头家从下来到太平山下按渡河，该日天气晴好，是太蒙然。贵泽山都本蒙然老乌润暴食食，看小看皮都唔多，一心安然来，该感咩拍行，不得不潘先生老街头家跪下来，当天向天公跪拜，祈求天公恩赐。打开人目，本期有法图看清楚来龙去脉，风水结合嘅正确位置，唔啲真实系头家嘅善心感应天公冇，也系讲按度好，讲到冇人爱信，猛然突然间散开。打开一只太棚，山梁看到清清楚楚。潘先生捉到了机会，罗盘日格，看到一只潜在南方的河体里，就实当河为所，市长当河顿呢，忽然间天又暗起来。贵泽山有本蒙然宝铁，乜界都看到咧。潘先生讲起老人看日生人风水，都到安样嘅情况，还系头次，也可以讲系唯一嘅一摆。佢讲解系上天嘅上数。很好奇妙嘅系，怪兽也开风水抗复师，该外表金雕暗嘅位所，系只偏偏嘅大石头，该只大石头都可表得落全铺嘅金雕暗，因为暗都好嘅多，该感咩上天嘅安排。过了一百日，该头家娘唐先南外只体理先生嘅位，该只先生所送头家娘讲，
係老風水最後上到嘅位數，為更加嘅存錢，透過哪家本樣唔好，強老長做好冇記住嘅風水勢道，人心不足沙吞香，風水勢道之後，該家人嘅運勢從衰退沙讓了強，有人講唔啲係透過樣強過於貪心麼？愛多就愛多，愛好就愛好，然係講要做虧認得嘅事情，一粒落出時，無謂入往米，一做所做嘅功德，是全本天公修轉時咧。